弟兄姊妹，主內平安，感謝主，我嚟到第4次上行之詩嘅聖經講座啦。我哋都講過詩篇15篇嘅上行之詩，乃為我哋展現出一條屬天嘅上行之路。過去我哋已經經過3次嘅交通，我哋睇過9篇嘅上行之詩，分別咧我哋睇見呢個上行嘅歷程3個嘅階段，可以話從起步嘅階段已經去到盡心嘅階段，起始於人在急難當中向神嘅求告。經歷神嘅幫助，以至於越過越因着倚靠耶和華而成為一個唔會搖動嘅人，甚至咧已經慢慢開始進到神嘅建造底下。呢個都係生命嘅歷程。但係講到生命，呢個係神嘅生命，神嘅生命係豐盛嘅，佢呼召我哋要達到嘅地步係高超嘅。所以在呢個上行嘅歷程裏邊，人每進到一個階段，都係成為下一個階段嘅一個嘅預備。當人喺神面前嗰個生命嘅經歷係越過越豐富嘅時候，神就要同時間帶領人咧進入一個更大嘅一個嘅挑戰同埋試煉裏邊，佢要面對爭戰。但係感謝主，雖然面對嘅係爭戰，並且一個大嘅爭戰，但係結果佢係要讓人咧經歷一個大嘅得勝，以致人嘅生命能夠越過越豐盛，到神對於神嘅心意亦都係越過越進入同埋體會嘅。今次咧，我哋去到第4次嘅交通，我哋會睇到一個題目就係爭戰中嘅得勝。我哋會睇129篇至到131篇呢3篇嘅經文。首先我哋睇129篇，聖經嗰度話：以色列當說，從我幼年以來，敵人屢次苦害我；從我幼年以來，敵人屢次苦害我，卻沒有勝了我，如同扶犁的在我背上扶犁而耕。耕的犁溝甚長，耶和華是公義的，他砍斷了惡人的繩索。願恨惡錫安的都蒙羞退後，願他們像房頂上的草，未長成而枯乾。收割的不夠一把，捆禾的也不滿懷，過路的也不說：願耶和華所賜的福歸於你們。我們奉耶和華的名給你們祝福。呢篇詩篇嘅性質亦都係詩人經過一啲嘅事情之後回顧過往而向神發出嘅感恩，其實嘅性質就同之前124篇係好雷同嘅，但係可以話性質係雷同，但係個程度喺呢度咧，我哋將會睇見係越過越深嘅。喺呢度詩人咧，佢嘅遭遇由第一頭嗰2節咧已經話俾我哋聽啦。詩人一再強調話：從我幼年以來，敵人屢次苦害我。詩人曾經遭遇到嘅就係敵人嘅苦害。其實喺上行之詩咧，我哋已經去到129篇啦。當我哋由120篇開始喺度交通嘅時候咧，我哋都唔難發現咧，係不時會提到敵人嘅。最開頭120篇就俾我哋睇見一啲恨惡和睦嘅人，喺123篇俾我哋看見有一些係安逸嘅人同埋驕傲嘅人。124篇提到有狂傲嘅人，125篇提到有惡人。去到呢度咧。詩人亦提到有敵人，唔單止不時咧會提到有敵人嘅侵擾，並且個敵人侵擾咧嗰個程度咧，可以話係我哋越過越往上行嘅時候，嗰個程度係越嚟越提升嘅。最開頭嗰啲恨惡和睦嘅人咧，就係當詩人咧當佢發言嘅時候，先會惹動佢哋咧嚟爭戰嘅啫。換句話講，當時詩人所面對嘅敵人嘅攻擊都係比較被動嘅。但係去到123篇嘅時候，就俾我哋睇見嗰啲狂傲人同埋驕傲人，佢哋主動嘅喺度嚟藐視。而124篇更係唔單止係態度上嘅藐視，更係有一個行動上嘅攻擊。到125篇嘅時候，提到惡人的杖杖就係一個嘅管轄，係伸到義人嘅份上。唔單止係藐視，唔單止係攻擊，更係一個嘅管轄。嚟到129篇呢一度咧。詩人更話敵人嘅苦害到一個程度係如同背上扶犁而耕出嚟嘅犁溝甚長，即係講出咧係大肆破壞，係帶嚟一個非常之厲害嘅一個痛苦同埋羞辱嘅。呢個係詩人咧佢感受到嘅個遭遇。唔單止係咁樣，呢個嘅苦害唔係一時嘅。詩人話係自幼年，從幼年開始就已經係一直嘅，係不時甚至係持續嘅一個苦害。而且係屢次添，喺度詩人咧佢喺度嚟重複，佢強調從我幼年以來，敵人屢次苦害我，
即係想突顯咧詩人過往呢佢走個路咧一啲都唔艱難一啲都唔容易，係非常艱苦，係非常咧係即係遇到挑戰嘅。但係感謝神，詩人喺度嘅重複唔單止係重複佢過往嘅艱苦，更係要突顯咧佢最終所經歷到嘅結果，就係雖然自從幼年以嚟佢都經歷到敵人咧屢次苦害佢，但係卻沒有勝了我。詩人並沒敵人咧並沒有得逞，反而咧詩人咧係每次係屢次嘅都經歷到神點樣嘅嚟拯救佢。因着咧佢經歷持續嘅苦害，但係都經歷到神嘅得勝嘅時候，就引信更加深嘅更美嘅見證啦。而且呢個嘅宣告咧唔係詩人個人嘅宣告因為一開頭咧聖經嗰度話係以色列當說，呢個係一個團體嘅宣告嚟嘅，所以係整個民族，係整個神嘅百姓，整個國度咧都一同經歷過仇敵持續嘅苦害，但係點樣蒙神拯救而得勝而有嘅宣告嚟嘅。呢個係以色列嘅見證。提到以色列我哋點樣領會到以色列從幼年以嚟就經歷敵人嘅苦害呢？我哋可以追溯翻以色列呢個民族嘅幼年所謂係幾時開始呢？應該係佢哋在埃及寄居嘅時候開始。從幼年以來，敵人屢次苦害佢。呢個敵人係眾數，唔係指着一個專一嘅敵人，係好多嘅敵人。在嘅從埃及到離開埃及，去到曠野，以至進入迦南地咧，喺佢哋整個嘅民族嘅歷史裏邊咧，係一直遭受咧唔同敵人咧個侵擾同埋壓迫嘅。譬如在埃及地，好自然咧就係埃及人就係佢哋嘅敵人啦。我哋都知道咧，即係埃及人特別係法老啦，就係壓迫佢哋咧，叫佢哋做苦工，為佢咧係去起貨積貨城，讓佢哋咧嗰個生活非常困苦。就算後來咧神帶領佢哋出到埃及，去到曠野，亦都會面對唔同嘅敵人嘅。第一個敵人就係亞瑪力人，然之後咧再遇見摩押人，去誘惑佢哋咧係行淫，以致招嚟神嘅審判。到佢哋經過曠野進入迦南地啦。迦南地嘅七族就係佢哋所面對嘅一個強大嘅敵人，甚至咧佢哋嘅城邑係堅固高得頂天，人咧好似巨人咁大嘅。而更後期歷史嘅發展，俾我哋睇見，在迦南地佢哋所遭受嘅有亞捫人啦、非利士人啦、以東人啦等等，甚至後期咧有亞述同埋巴比倫咧，都成為佢哋非常之侵擾佢哋非常之強大嘅敵人。但係感謝神，雖然係咁樣，正如詩人所宣告嘅。從自幼年以來，由出埃及經過曠野，以至進入迦南地，都面對唔同嘅敵人，但係呢啲敵人卻沒有勝過佢哋。神始終係審判仇敵，並且拯救佢哋。呢個係詩人回顧過往嘅時候咧，對神嗰種嘅稱頌。而且神點樣拯救佢哋呢？第4節話俾我哋聽：耶和華是公義的，佢砍斷了惡人的繩索。神喺度對仇敵嘅審判同埋對百姓嘅拯救，係基於佢嘅公義。點樣領會呢件事呢？因為對仇敵嚟講，仇敵對於神嘅百姓嘅攻擊同埋侵擾咧，有陣時係無辜嘅。就算係由於神嘅百姓佢得罪神，神將佢哋交在仇敵嘅手中，但係仇敵對佢百姓嘅侵擾咧，都係加害過分。所以神亦都會因着公義嘅緣故，佢要審判仇敵。而對於百姓嚟講，神亦都係基於公義嚟拯救佢哋。因為點解咁講呢？因為神嘅百姓同神嘅關係唔單止係一種恩典、一種愛嘅關係。更加寶貴嘅係一種立約的關係。神同以色列人嘅始祖由亞伯拉罕開始就已經立咗約啦。如果你睇創世記第17章同埋22章，話俾我哋聽，神曾經向亞伯拉罕顯現，當時仍然叫做亞伯蘭啦。神應許佢就係要叫佢嘅後裔極其繁多。雖然當時亞伯蘭咧只係生咗一個仔就以實瑪利，但係神應許佢嘅後裔多到嘅地步咧，好像天上嘅星、海邊嘅沙咁樣樣。而且神應許國度要從佢而出，君王要從佢而立。呢個係創世記17章講嘅。到更進一步，創世記22章，亞伯拉罕將以撒獻俾神嘅時候咧，神更係大大嘅喜悅，要賜福俾亞伯拉罕。當中咧，神要賜大福，其中一點提到就係你嘅子孫必要得着仇敵的城門。即係話，就算有仇敵會喺以後嘅日子裏邊要攻擊同埋侵擾，但係最終佢嘅子孫要得着仇敵嘅城門，唔會被仇敵勝過，反而會勝過仇敵嘅。呢個係神對以色列嘅列祖亞伯拉罕所立嘅約，神必須要信守佢嘅誓約，呢個就係公義，否則就係不義。神絕對唔能夠背負自己嘅，所以神當以色列人咧受到各樣嘅仇敵侵擾，去到最低谷嘅時候，神還係要按照佢嘅公義。
佢必須要對自己嘅立約嚟負責，去向以色列人咧施行拯救。所以對以色列人嚟講，呢個係喺神面前一個何等嘅穩妥。無論佢哋遭受咩攻擊，無論佢哋幾差都好，神最終審判仇敵、施行拯救，都唔係由於佢哋自己嘅光景，唔係由於神百姓嘅光景，係由於神自己嘅性情，佢必須要對於自己嘅公義負責。其實呢個唔單止係神對以色列人，新約神對教會都係一樣嘅。其實教會由幼年以嚟，由一產生開始，就係五旬節使徒行傳俾我哋睇見，以至到在地上一路傳流到而家，教會歷史2000幾年啦。我哋喺度睇教會嘅發展嘅時候，係常常經歷到咧一個看不見嘅仇敵魔鬼，用唔同嘅方式喺度嚟侵擾攻擊神嘅教會。而事實上，教會在外在嚟講，都屢次經歷荒涼。人看為甚至到一個地步，教會係咪要被毀滅咧？要被魔鬼咧要完全壓倒，要完全拆毀咧？但係感謝神，雖然教會經歷好多仇敵嘅攻擊、侵擾，甚至經過好多嘅荒涼、好多嘅低谷，但係直到如今，教會仍然係屹立不倒。點解咧？唔係由於教會本身，而係因為主喺馬太福音16章嘅時候，佢自己親自宣告、親自講過，佢話：我要把我的教會建造在這磐石上，陰間嘅權柄不能勝過嘅。係嘅，主已經預言咗幾時教會產生，由產生開始，以至在建造過程裏邊，一定會招惹陰間嘅權勢喺度嚟攻擊嘅。但係無論陰間嘅權勢點樣傾巢而出，盡其量係無所不用其極嘅去攻擊教會，但係主仍然宣告陰間嘅權勢不能勝過他。點解呢？因為教會建造係主自己宣告話係我要嘅，主話係我要把我的教會係主嘅，教會唔係人嘅。雖然教會係由人構成，但係教會嗰個嘅身份係屬於呢位主，呢位神嘅兒子，呢位復活嘅基督嘅。而且教會建造嘅工作係主自己親自做嘅，所以主自己親自嘅宣告話呢個教會建造係我要嘅。教會本身係我嘅，而且教會建造呢件事係我做嘅，所以無論係陰間嘅權勢點樣攻擊嘅話，都不能夠得逞嘅，因為攻擊教會就係攻擊主，係攻擊神嘅心意，呢個係唔可能得逞嘅。因此教會直到如今都仍然能夠存留得住，並且教會建造係必定完成嘅。所以弟兄姊妹，呢個就係我哋對教會嘅信心。我哋對教會嘅信心唔係放喺任何人身上。唔係在自己，唔係在負責嘅人，唔係在環境，唔係在呢個世界。我哋唔係盼望呢個世界變得更好，甚至聖經已經明說世界會越過越差，教會面對嘅挑戰會越嚟越厲害，仇敵嘅攻擊會越嚟越猖獗，呢個係必然嘅。但係正如主所宣告嘅，呢位係基督，係神嘅兒子，親自咧喺度宣告出嚟嘅，就係陰間嘅權勢係不能勝過他嘅。感謝我哋讚美神啊！睇翻詩篇129篇，詩人話咧，回到翻佢所過往經歷過嘅呢個厲害嘅侵擾，係厲害到咩嘅地步咧？詩人話咧，係如同在背上扶犁而耕嘅。咩意思咧？就係敵人咧，好似將對於以色列百姓嘅苦害咧，好似將人嘅背脊當一塊田咁樣喺度耕田，係用啲泥耙咧喺度嚟挖，喺度嚟爬，喺度嚟拉。哇！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當有人將另一個人呢個背脊好似當農田咁去耕作，喺度好似用啲泥耙咁耕嘅時候，喺度拉挖嘅時候咧，挖出又深又長嘅傷痕，真係血肉模糊。呢個可以話咧係一個非常之殘忍嘅、好痛苦嘅一個攻擊啊！係嘅，以色列人咧係到咗個地步咧，會經歷到敵人嘅苦害，去到一個咁厲害一個地步。但係神容許咁嘅事情發生，係為咗要帶出一個生命嘅果效。因為我哋可以想象一下，當一塊農田佢被泥耙咁樣去耕去爬過之後，唔單止泥土能夠被翻鬆，甚至咧佢深層比較肥沃嘅土壤咧可以被翻出嚟，亦都產生咧又長又深嘅泥溝咧，呢一切都係有利於撒種，同埋有利於種子嘅生長，以至最終咧係能夠產生生命嘅豐收嘅。同樣，神容許嘅百姓到一個地步，唔單止經歷仇敵嘅一個嘅攻擊，一般嘅攻擊，
甚至有陣時咧會容許佢嘅百姓遭遇到非常嘅攻擊嘅目的，唔係要讓佢哋受到傷害或者受痛苦，甚至到個地步咧要留下好像泥溝一樣咁深咁長嘅痛苦咧。其實最終嘅目的係要帶嚟一個非常嘅一個賜福。詩篇65篇，詩人65篇嘅第10節，詩人咧有一句說話，佢話：你澆透地的泥溝，呢度嚟到泥溝，潤平泥脊，降甘霖，使地暖和，其中發祥的蒙你賜福。詩人喺呢度講到話，當地上有泥溝、有泥脊產生咗之後咧，神係會用佢恩典嘅甘霖降下來，去澆灌，甚至覆蓋整個泥溝，潤平泥脊，甚至讓泥土咧慢慢鬆軟，有利於嗰個種子嘅成長。並且咧，當泥田裏邊咧就長出嚟嘅農作物咧，神會大大嘅賜福，以致咧能夠達到一個豐富嘅收穫嘅。自然界係咁樣樣，當有泥溝嘅時候，神會降雨，能夠有地有豐富嘅出產。在佢百姓當中，神讓佢嘅百姓遭遇到仇敵非常嘅攻擊嘅時候，最終都要帶嚟一個豐盛嘅生命嘅收割。喺2017年嘅時候，喺美國德州呢個地方係一個小鎮，曾經咧即係發生咗一宗轟動全國嘅一個嘅槍擊案。呢宗嘅槍擊案咧，可以話係當地咧係嗰個地方咧有史以嚟最嚴重嘅槍擊案。就係有一個退伍軍人，佢唔知咩嘅原因，佢攞住輕機槍，佢衝入一個教堂裏邊，亂槍掃射。佢當時咧仲係聚會緊嘅，就係對於一啲咧聚會嘅一啲嘅群眾、一啲嘅基督徒咧去射擊，最終係造成27人死、30人受傷嘅一個嘅慘劇，轟動咗整個美國社會。生存嘅人，就算咧僥倖係即係冇奪去生命嘅人咧，冇一個人咧係或者咁講，係每一個生存嘅人咧，都最少失去一個家人，一係受傷，一係咧就被殺。可以話咧係一個非常之可怕嘅一個嘅槍擊案啊，非常之震撼成個國家，甚至係以至全個世界。但係更加震撼嘅就係，當呢件事情，當呢個槍擊案發生咗之後，2個禮拜之後，一班在槍擊案裏邊生還嘅人，佢翻到原來嘅地方，原來嘅教堂喺度聚會，喺度敬拜。佢哋帶着眼淚，但係亦都帶着一個確信，佢仍然喺度嚟讚美神。雖然咧每一個生還嘅人，佢哋最少已經失去一個家人，或者仲有一個家人咧喺醫院嚴重受傷，但係佢哋確信已經離世嘅家人，今日已經在天家。而且佢哋喺度嚟敬拜，喺度嚟宣告，喺度嚟唱詩，佢哋喺度嚟宣告一個事實。佢話勝過邪惡嘅一個唯一嘅途徑係乜嘢咧？就係以善勝惡。佢哋願意喺度稱頌神，佢哋願意喺度嚟饒恕。而且本來咧喺嗰個地方聚會嘅人咧，只係得50零人。但係經過呢件慘劇發生之後咧，慢慢人咧即係嚟喺度嚟聚會，一啲平時啲少嚟聚會嘅人咧，慢慢被恢復，最終有成超過500人咧喺度嚟聚集，喺度嚟見證神。而且人嚟到唔單止喺度嚟聚會，人嗰個嘅屬靈嘅狀況比以前更堅強，更復興，同神嘅關係更緊密，更寶貴，永遠嘅生命。而且當呢個慘劇發生嘅時候，其他嘅人見到啦，就問一個問題。如果有神嘅話，呢班人係聲稱係基督徒，係信神嘅人。如果呢個世界有神，點解要容許呢件事發生呢？但係感謝神，呢一班受過嚴重傷害、經過非常嘅敵人攻擊嘅呢一班嘅神嘅兒女，佢嘅回答話：就係因為有神，所以我哋經過咁大嘅苦難，我哋仍能夠跌倒了，仍能夠站起。弟兄姊妹，以色列當說：從我幼年以來，雖然敵人屢次苦害我，卻沒有勝了我。神容許佢嘅兒女受過咁嚴重、咁非常嘅攻擊嘅時候，最終係帶嚟一個更強嘅見證，係更得勝嘅見證，更榮耀嘅見證，一個生命嘅豐收。唔單止自己得益處，亦都震撼周邊嘅人啊！睇翻呢篇嘅詩篇第5節到第8節，可以話咧係詩人對敵人咧嘅態度。第5節，詩人話：願恨惡錫安的人，恨惡錫安的都蒙羞退後。恨惡錫安就係恨惡神，因為神就係住在錫安裏邊，錫安乃係神嘅居所，所以詩人願意恨惡錫安嘅都蒙羞退後。意思就係都蒙神
都要被神審判。願他們像房頂上的草，未長成而枯乾。房頂並唔係適合咧，即係任何植物咧生長嘅地方。如果有啲嘅雜草偶爾喺房頂上出現嘅話，都唔會生長得好嘅，好快就會枯乾。詩人盼望咧嗰啲嘅敵人咧出現一時，雖然咧係曾經猖獗，但係好快就要枯萎。就算佢哋好似喺農田裏邊種植咁樣，但係到收割嘅時候，都係不夠一把，捆禾的也不滿懷，即係一片荒涼、一片缺乏嘅光景嘅。而最後詩人話：過路的亦都唔會同佢哋講，願耶和華所賜的福歸於你們，我們奉耶和華的名給你們祝福。本來在神嘅百姓當中，每逢收割咧都係彼此咁嘅祝福嘅。但係對於仇敵，詩人話佢絕對冇人，但願冇人會同佢哋咁講啲祝福嘅說話。呢個就講出敵人係唔單止係唔蒙祝福，甚至係被咒詛，係被神棄絕嘅。所以呢個就係呢篇詩篇咧嗰個嘅內容，經歷屢次嘅苦害，但係神卻拯救佢哋，讓佢哋在仇敵嘅苦害當中係能夠得勝。所以呢篇詩篇俾我哋睇見一個最重要嘅經歷，就係沒有勝過。換句話講，神嘅百姓係因着神嘅緣故能夠得勝。咁呢篇詩篇同之前嘅詩篇嘅關係係乜嘢呢？上一次我哋交通過3篇嘅詩篇咧，就係講出歸回之後就帶進神嘅建造。神建造往往係帶嚟更深嘅一個嘅祝福嘅。但係原來神嘅建造一面對人嚟講帶嚟祝福，但另一方面都會招惹仇敵更厲害嘅攻擊嘅。但係感謝神，仇敵縱然有厲害攻擊，但係反而咧係讓神嘅百姓經歷更深嘅拯救同埋得勝。呢篇詩篇俾我哋睇見嘅就係着重神嘅百姓靠神而得勝。跟住落嚟嗰2篇詩篇咧，就會補充翻在仇敵一個非常嘅攻擊裏邊咧，神嘅百姓佢學習咗咩功課，同埋咧存着乜嘢嘅態度啦。好，跟住我哋睇130篇經文呢度話：耶和華，我從深處向你求告，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願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主耶和華，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我的心等候主，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他有慈愛，有豐盛的救恩，他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罪孽。呢篇詩篇俾我睇見詩人，佢係向神嘅救恩發出一個嘅懇求。呢個佢之所以對神嘅救恩有一個懇求，唔係因為佢落喺外面嘅一個苦難裏，反而係因着咧佢感受到自己自身嘅一個罪孽。可能佢因為咁嘅緣故，佢落喺一個嘅苦難當中。但係呢個苦難嗰個由來主要唔係因為其他外在嘅環境，係由於佢喺神面前有罪，以致落喺神嘅管教嘅裏面。所以第1節詩人咧佢開始就話：耶和華，我從深處向你求告。詩人咧佢喺度提到深處俾我哋睇見佢嗰個嘅內心，佢嗰個經歷，佢係落喺一個痛苦嘅深淵裏。但係亦都因着佢落喺一個痛苦嘅深淵裏邊，佢就被神帶到心靈嘅深處，與神能夠有一個好深入嘅一個接觸。但係亦都因着與神有深入嘅接觸，以致神能夠對於佢嘅深處有一個察看，能夠有一個嘅光照一個顯明，因而讓詩人能夠認識自己。第2節、第3節，主一再詩人咧一再喺神面前呼求，佢話：主啊，求你聽我的聲音，願你側耳聽我懇求的聲音。詩人咧佢真係盼望神喺度嚟垂聽佢嘅呼聲，聽佢嘅哀求，因為喺呢度佢真係深感自己嘅罪孽深重。第3節嗰度話：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詩人感覺到哇，自己喺神面前實在有一個好深嘅罪。點解詩人會有咁樣嘅感覺呢？因為當人與神有一個更加深入嘅接觸嘅時候，佢就會越過越發現自己本性上嘅敗壞。約翰喺佢書信《約翰一書》裏邊話俾我哋聽，神嘅本質係乜嘢呢？佢話神就是光，在他毫無黑暗。唔單止神就是愛，叫人感覺到溫暖。喺《約翰一書》，佢首先講出神就是光先。
原來當人同神咧來往係越過越密切、越過越深入嘅交往嘅時候，第一個發現、第一個經歷嘅，先唔係發現神係愛，而係神係光。神要光照人嘅本相，並且神嘅光就唔係一個天然嘅光，神嘅光，神就是光，就講出佢係光嘅本體，佢係最強嘅光。我哋知道，在最強嘅光裏邊，最微小嘅玷污啊，最小嘅污點啊，都要表露無遺嘅。所以即係最聖潔嘅人站喺呢位至聖者面前，都要自慚形穢。我哋就想起以賽亞喺以賽亞書嘅64章，佢曾經講喺禱告裏邊，佢承認喺神面前承認，佢話神啊，我們都像不潔淨嘅人，所有嘅義都像污穢的衣服。當人站立喺人面前，或者話當以色列人站喺外邦人面前嘅時候咧，佢會覺得好優越。佢哋係神嘅所揀選嘅聖民，佢哋咧係神嘅選民，係冇錯，呢個係一面嘅事實。佢哋嘅地位係被聖別歸神嘅。當佢哋喺站喺外邦人嘅時候，但係當佢哋站喺神嘅面前，好像以賽亞，佢在禱告當中，佢來到神嘅面前，佢亦都代表神嘅百姓站立在神面前嘅時候，佢就不得不猛然發現，只能夠承認話，我哋都係不潔淨嘅人。如果我哋覺得自己有義嘅話，我哋所有嘅義都不過像污穢的衣服，在人面前可能過得去，在神面前係只能夠被丟棄嘅。唔單止係以賽亞，佢係代表以色列人咧喺神面前有呢種嘅承認，就算佢自己都曾經有一個深刻嘅一個體會嘅，亦都喺以賽亞書第6章話俾我哋聽。當一次以賽亞在異象當中，佢睇見萬軍之耶和華嗰個榮耀嘅形象，聽見在神面前嘅天使就係撒拉弗喺神面前喺度高喊再三嘅喊聖哉聖哉聖哉嘅時候，以賽亞睇見呢個情景，聽見撒拉弗咁樣去呼喊嘅時候，佢自己都喺神面前喊說啊，但係佢喊嘅唔係聖哉，佢喊嘅係禍哉。佢話禍哉，我滅亡了。點解呢？因為在呢位榮耀嘅神面前，在呢位至聖者面前，佢認識到自己係嘴唇不潔嘅民，也住在嘴唇不潔嘅民中。呢個先知以賽亞係被神大用嘅人，在神嘅面前，在神嘅光照底下，佢發現自己本性嘅敗壞。還有一個例子更加清楚嘅就係約伯。約伯第1章已經話俾我哋聽，約伯係個咩人呢？喺人嘅眼中，佢係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哇！地上似乎係揾唔到一個人好像約伯咁樣係咁義嘅一個人，咁完全嘅一個人。神喺某方面都見證佢係咁樣嘅。但係當神咧允許環境嘅發生，魔鬼呢個攻擊，以致咧去揭露約伯個本相嘅時候，喺約伯記嘅最後尾一章42章話俾我聽，約伯佢不得不向神承認，佢話從前我係風聞有你，但係現今我係親眼看見你，因此我厭惡自己，在泥土和爐灰中，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一個本來係在人眼中係完全係遠離惡事，係敬畏神，係正直嘅人，但係當神一顯現嘅時候，佢就看見自己嘅完全所謂，自己嘅所謂正直，自己嘅所謂敬畏，原來都係不屑一提嘅。佢只能夠俯伏在塵土和爐灰中懊悔，喺神面前認罪。所以弟兄姊妹，發現自己嘅本相嘅時候，呢件係一件痛苦嘅事。所以難怪詩人佢真係深感自己罪孽深重，佢覺得喺神面前不能夠站立。佢話神啊，你若究察罪孽，誰能站得住呢？冇人能夠在呢位至聖嘅神面前站立嘅。其實唔單止係舊約嘅人物係咁樣，在教會歷史，在新約嘅教會歷史裏邊，我哋都唔難揾到好多嘅例子。當人所看為係公認嘅屬靈人、聖潔嘅人，當佢與神有一個親密嘅交通，在神嘅光照底下，佢都有一個共同嘅發現，就係認識自己本相嘅敗壞。我只係提兩個比較重要嘅人物。第一個就係喬治懷德肥。喬治懷德肥就係18世紀嘅英國人，係被神大用嘅人。神係藉着呢個弟兄，當然亦都係藉着咧同期嘅有一對嘅兄弟叫約翰衛斯理約翰同衛斯理查理兩對兄弟咧，同樣係被神使用，係帶下英國嘅一個大復興、大醒覺嘅運動，非常屬靈，非常認識神，非常咧係聖潔嘅人。但係呢個喬治懷特肥咧，佢曾經講過佢一個嘅自白，佢話在我們所有盡本分嘅行為中，都有敗壞的成分摻雜喺裏面。我能說什麼呢？我只能認罪，不能禱告。
就是我的眼淚也得在救主嘅寶血裏去洗。呢字咧可以話係一個即係呢句説話係一個名句嚟㗎。就連我哋悔改嘅眼淚啊，呢個喬治懷特肥都覺得都需要主嘅寶血去洗淨。我最好嘅行為也不過是經過美容的罪。佢唔係講其他人，佢係講佢自己。人看佢好屬靈、好完全、好聖潔，但係佢認識到自己所有盡本分嘅行為裏邊都有敗壞嘅成分。佢悔改嘅眼淚都需要救主嘅血去洗淨，甚至佢最好嘅行為都只不過係經過化妝、經過美容嘅罪。呢個係喬治懷特菲。第二個例子就係約翰洛克斯。約翰洛克斯就比較更加早期嘅人，係16世紀嘅蘇格蘭人，亦都係被神大用嘅人，而且喺佢生命裏邊佢散發出一種可以話係銳不可當嘅嗰種嘅感染力啊！當時咧有一個嘅英國嘅女王係非常之殘暴嘅，人稱佢為血腥瑪麗女王。佢乜嘢都唔怕，但係連佢呢個女王都要話：我唔怕係百萬大軍，但我只怕約翰洛克斯嘅祈禱同埋講道。可以想象約翰洛克斯啊，佢嗰個屬靈嘅影響力，甚至嗰個屬靈嘅能力係幾咁厲害啊！但係當約翰洛克斯嘅弟兄佢臨終嘅時候咧，佢有個禱告，佢話：主啊，求你憐憫我，不要審判我數不清的罪，特別寬恕那些世人不能指責的罪。當人看約翰洛克斯都係好有能力、好聖潔嘅時候，佢自己喺神面前求神憐憫，求神唔好審判佢有數不清嘅罪。特別係一啲世人不能指責，但係喺神面前顯明嘅罪。而且佢最後尾話：我發現在我裏面除了虛假和敗壞，再沒有別的。所以弟兄姊妹真係好難想象嗬，咁聖潔、咁被神用、咁屬靈嘅人，但係在神嘅光照底下，佢係咁樣嘅去評價自己，除咗虛假與敗壞之外，再沒有別的。所以人性真係並非如我哋所想象、所以為嘅咁簡單。其實聖經話俾我哋聽，自從人創世嘅第3章俾我哋睇見，人自從墮落之後，人性係從根本裏邊已經被敗壞咗啦。可以咁講，人性係由罪所構成嘅。雖然人性嘅裏邊還未完全失去神一啲本性嘅一啲嘅影兒，但係嗰啲係一啲非常之殘缺嘅影兒，但係更加主導人性嘅乃係罪。因此，連大衛一個合神心意嘅人都會落喺一個非常之污穢、非常之厲害嘅罪嘅裏邊，以致佢悔罪。佢寫詩篇51篇嘅時候，佢自己都話：我是在罪孽裏生的，在我母親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但係佢唔單止承認佢係曾經犯過罪，佢更承認佢嘅本質係在罪孽裏邊生嘅。喺佢還未出世，在母親裏懷胎嘅時候就有了罪。即係話大衛承認佢嘅生命嘅成分啊，就係由罪構成嘅。佢唔係因為犯咗罪而成為罪人，而係因為佢係由罪構成嘅人，所以佢先會犯罪，甚至會犯一個咁污穢、咁厲害嘅罪。呢個係大衛嘅承認。而大衛呢個發現係因為佢喺神嘅光當中，佢深切嘅認識自己。感謝神，神呢位是光嘅神，當佢一光照嘅時候，係會叫人睇見自己本相嘅敗壞，但係神嘅光照唔係為着要刑罰，反而神嘅光照係要為人帶嚟拯救。所以呢篇嘅詩篇咧，亦都俾我哋睇見神拯救嘅兩個層面吓。第一個層面係第4節，詩人話：雖然佢一方面感受到自己罪孽深重，如果神要究察罪孽嘅話，冇人可以能夠站立得住嘅。不過詩人跟住話：但在你有赦免之恩。哇！呢個但字好寶貴嘅。雖然神係一位恨惡罪惡，亦都會追討罪惡、審判罪惡嘅神，但神喺度，佢唔係追討罪，唔係要審判罪。冇錯，罪係會審判嘅，但係對於罪人，佢願意赦免人。但神有赦免之恩。呢位本來係要審判罪惡嘅神，卻係願意赦免人嘅罪。所以呢個係何等嘅恩典啊！赦免之恩係何等嘅寶貴，弟兄姊妹。所以我哋越過越咧，真係，如果你真係珍惜我哋去寶貴咧赦罪之恩嘅價值嘅時候，真係要向我哋，真係叫我哋喺神面前咧要俯伏滿心敬拜啊！並且當人真正認識到咧神呢個赦免之恩嘅時候，唔係要叫人咧更有藉口可以犯罪，
因為人實在太墮落啊！人嘅心思，人對於神呢個赦免之恩都好容易會誤用嘅，覺得哇，神既然會願意赦免，有呢個赦免之恩嘅時候，咁我犯咗罪之後就取用神嘅赦免嘅恩惠，咁我哋就可以繼續犯罪啦，就可以冇事啦。係唔係咁樣嘅？人如果有呢種嘅扭曲嘅思想嘅話，呢個係因為人誤會神嗰個赦免之恩嗰個目的。詩人話俾我哋聽，佢經歷到神嘅赦免，唔單止佢自己，亦都覺得所有人真係認識神嘅赦免嘅話，個反應唔係叫人隨便，而係使人敬畏。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呢個係神嘅救恩所帶俾我哋嘅第一重嘅寶貴，第一重嘅恩典。但係單單停留喺呢個層面係唔夠嘅，因為人犯罪係由於人嘅本性嘅敗壞，唔係因為人因着外界嘅因素引誘，而不過係一時嘅失腳，係因為源於人內在嘅嗰種嘅犯罪嘅傾向。所以人要完全脫離罪嘅困擾嘅話，唔單止係因着神赦免之恩而被稱義，更係需要被拯救脫離自己。呢個就係神救法嘅第二個層次，更深嘅層次，要脫離自己。人本性已經係從根本裏邊被敗壞啦，到一個地步可以話係無藥可救。所以神嘅救法唔係要去改良人嘅嗰個嘅本性，反而咧係要人因着深切認識自己而棄絕自己敗壞嘅本性，以神嘅生命去代替自己嘅生命。如果以新約嘅說話嚟講，就係好像以弗所書嗰度所講嘅脫去舊人而穿上新人，亦都好像咧喺加拉太書第2章所講嘅，保羅話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呢個我呢個可以話咧係原本嘅我，老我呢個舊人係墮落犯罪敗壞無藥可救啦。但係神在基督裏要賜俾我哋新嘅性情，要讓我哋能夠得着新人，使我哋可以脫離舊人，穿上新人，讓基督成為我哋嘅生命，使我哋活着不再是我，而係讓基督喺我哋身上能夠活出來。呢個係神寶貴嘅救恩。但係個先決條件就係人必須要深切認識自己嘅本相。不過當人真係認識自己嘅本相嘅時候咧，呢個就帶嚟一個嘅危機，就係人好容易就會自暴自棄。因為如果人真係發覺自己裏邊真係一無良善嘅時候，佢會覺得好冇出路嘅。既然冇出路嘅話，就會消極，就會自暴自棄噶啦，就會沮喪，就會陷喺呢個低谷裏邊出唔到嚟噶啦。但係感謝神，詩人喺度咧俾我睇見，佢一面在神嘅光照底下認識自己罪孽深重，但係佢嘅反應唔係自暴自棄，反而佢嘅態度咧係第5節，佢等候。我等候耶和華，我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話。係嘅，因為雖然人在自己裏邊冇出路，但係在耶和華那裏，在神那裏有出路。所以詩人知道自己無藥可救，但係佢看見在神那裏有拯救，所以佢喺神面前等候，而且佢也仰望神嘅話，因為神嘅話從神係分唔開嘅。佢等候耶和華嘅同時，佢也盼望能夠具體嘅得着神嘅話臨到，讓佢能夠更準確嘅、更有把握嘅去找住呢位神，以至於佢不至於失去信心。咁詩人在呢個等候過程裏邊，佢係點樣等候法呢？佢話我的心等候主，第6節，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勝於守夜的等候天亮。呢度提到守夜的等候天亮係點樣等法呢？守夜嘅人咧，佢要在漫漫長夜裏邊，佢一直嘅警醒看守城池或者看守房屋。夜係漫長嘅，並且一路等待嘅時候，一路警醒嘅時候咧，難免亦都會感覺到疲倦嘅。但係佢知道天亮好快嚟。佢真係盼望咧，天亮咧係能夠早啲嚟。佢心中一直存在一種嘅渴望，亦都存在一種嘅盼望。佢知道一定會天光嘅，所以佢一路等待，一路等待。佢係帶着盼望地熱切等待。呢個就係守夜的等候天亮嘅心情啦。但係詩人喺度提到，佢等候耶和華嘅心情啊，係比守夜嘅等候天亮係尤勝於此嘅，係更勝於守夜嘅人嘅。因為佢所等候嘅唔係天亮，佢所等候嘅係耶和華。耶和華係一位點樣嘅神呢？第7、第8節話俾我哋聽：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因他有慈愛，佢有豐盛的救恩。感謝神啊！我哋所等候嘅呢位神呢，係有慈愛嘅，佢嘅慈愛係永遠常存嘅，並且佢係有豐盛嘅救恩嘅。
雖然我落喺罪孽當中，我落喺困苦深淵嘅裏邊，但係神嘅救恩必然臨到，並且神嘅救恩係豐盛嘅，佢必救贖以色列脫離一切的苦難，脫離一切嘅罪孽。呢個係神嘅應許嚟嘅。所以詩人，所以守夜嘅等候天亮，如何帶着盼望，如何帶着熱切。詩人等候耶和華係更加係帶着堅固嘅盼望。呢位神係有豐盛救恩，佢必定會救贖以色列佢嘅百姓脫離一切的罪孽。就正如何西阿書第6章所講，當人咧係願意追求神、等候神嘅時候，神係必定出現如晨光，佢必臨到人，像甘雨，像滋潤田地嘅春雨。神就係晨光，佢會穿破黑暗，會成為人嘅早晨，會臨到人，叫人帶嚟新嘅開始、新嘅氣象同埋新嘅盼望。而且佢會臨到人，好像甘雨，像滋潤田地嘅春雨。呢位就係我哋所等候嘅神。感謝神。所以我哋睇見成篇嘅詩篇，可以話詩人咧係經歷緊一個十字架更深嘅呢個體會。因為喺呢度，詩人佢嘅自己佢嘅即係敗壞嘅自己，唔單止好像以前嘅詩篇嗰度所講嘅係受到挫敗，或者話咧係受到衝擊，更係喺呢度佢完全認識自己嘅敗壞，神係要救佢去脫離自己。因此喺呢篇詩篇裏邊，俾我睇見詩人有一個非常之重要嘅態度，就係等候。呢個係詩篇130篇。然之後我哋去到131篇，131篇只有3節嘅聖經下經文呢度話：耶和華，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裏面，真像斷過奶的孩子。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呢篇詩篇就同上一篇詩篇咧嗰個嘅心境係好唔同啦。上一篇詩篇俾我睇見詩人咧落喺一種困苦嘅深淵裏邊，但係呢篇嘅詩篇一開頭俾我睇見詩人嘅心境就係一種嘅好單純嘅交託，同埋經歷到喺神裏面嗰種嘅穩妥。開頭詩人話：耶和華，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佢3次提到我，咁呢度係咪詩人喺度高舉自我咧？因為再三提到我啊嘛，唔係。雖然佢3次提到我，但係亦都隨着3次提到不，係不狂傲，心不狂傲，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嘅事也不敢行。喺度咧，唔單止詩人唔係一個高抬自己，反而係一個否定自己，因為佢3次咧一再提到係不啊。從前可能咧佢係一個驕傲、一個嘅自持嘅人，但係佢話現在佢嘅心不狂傲啦。從前可能咧佢係好自高自大嘅，但係現在佢話我嘅眼目不高大。從前佢係對於所有事情都滿有把握，佢覺得冇任何事情佢係不敢行、不能夠作嘅。但係而家佢話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在呢度俾我睇見一個人，佢嗰個態度係一個完全謙卑，再不再好像以前咁樣去倚仗自己、去誇耀自己，反而對於自己係已經係沒有把握。用新約嘅說話嚟講，佢活着就係不再是我啦。而且佢呢度唔係單單一個講字嘅，雖然呢個係佢嘅喺神面前咧嗰個嘅說話吓，但係佢唔係只係口講，亦都唔係裝作，因為佢話呢個係佢心嘅光景。我的心不狂傲，佢係由心裏邊咧去產生出嚟嘅嗰種嘅情形。呢個係一個真正謙卑、真正俯伏嘅人。人能夠被帶到呢個地步，係一啲都唔容易，係從心裏邊、從裏到外嘅一種嘅謙卑脫離自己嘅光景。而呢個就係因着有上一篇人經歷過十字架更深嘅嗰種嘅對付，亦都係因為人喺神面前嗰種嘅等候而產生落嚟嘅結果，係一種嘅謙卑，一種嘅唔自誇、唔自持嘅一種嘅情形。咁可能唔知弟兄姊妹會唔會覺得，哇！當一個人咧唔狂傲、唔高大有啲咩事情嘅時候咧都唔敢行嘅時候，呢個人會唔會變得好畏縮、好膽怯、好懦弱對自己完全冇乜自信甚至咧好容易會煩躁不安好容易咧會受情緒攪擾嘅人咧，我哋睇落去就知道，當一個人咧佢真係去到一個咁謙卑、
佢覺得不能夠依靠自己，佢覺得自己真係無有嘅時候，佢實際上活出嚟嘅嗰種嘅表現係點樣樣咧？第二節佢話：我的心又提到我的心啦，我的心係平穩安靜，唔會煩躁不安，反而係平穩安靜。無論佢處身喺乜嘢嘅境況裏邊，佢都唔會咁容易受到打擾嘅。而且跟住佢話嗰個平穩安靜嘅態度啊，好似咩嘅情形呢？好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裏邊，真像斷過奶的孩子。喺度佢係一再重複佢話，佢呢種嘅心平靜安穩嘅心情啊，好像一個斷咗奶嘅孩子喺媽媽嘅懷中嘅意思，即係話當一個小朋友未斷奶嘅時候咧，就好煩躁不安嘅。成日咧要鬧着，甚至哭着，佢要食奶。一唔食奶嘅話咧，大人點樣氹點樣開咧，都撳唔住嘅。但係斷咗奶之後咧，佢嘅心情再唔會因為即係冇奶咧而覺得煩躁，反而咧佢係好平靜，佢係好安息咁樣滿足喺媽媽嘅懷中。佢唔需要再依賴媽媽嘅奶去餵佢，反而咧佢滿足於媽媽本身。係在母親嘅懷中，佢感覺到安穩，感覺到滿足，感覺到安息。呢度提到斷奶啊，斷奶咧可以話咧係我哋一個屬靈歷程上面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關口。可以咁講，斷奶係對於無論係世界嘅吸引啦，或者環境嘅打擾啦，我哋自我嘅轄制啦，喺我哋身上咧所加之於嗰種干擾咧，都能夠斷過來，唔受呢啲嘅影響。外在嘅世界又好，環境嘅打擾又好，或者話我哋自身嘅嗰個自我嘅嗰種嘅轄制都好咧，我哋都唔會受佢影響。呢個叫做斷奶。哇！呢個真係何等嘅寶貴嘅經歷啊！甚至到個地步咧，人都唔會只係要執着奶，所謂即係執着咧神嘅祝福。人唔再咧只係要神嘅祝福，反而佢更加寶貴嘅就係呢位賜福嘅神，佢滿足於呢位賜福嘅神本身。好似我哋大本詩歌咧，係一首詩歌379首，有一節嘅歌詞咧，佢正正係描述呢種斷奶嘅光景。詩人話佢認識到呢位神係，你是平靜秘密之源，你是神聖全足的愛，我們靠你所以安全，我的幫助，我的山寨，耶穌，我們是藉你名，能脫罪惡、憂愁、震驚。詩人佢認識呢位神，呢位耶穌。係佢平靜秘密之源，又係神聖全足的愛嘅本身。人靠着呢位神有安全感，所以安全。人嘅安全唔係嚟自外在，係嚟自呢位神。認識到呢位神係我的幫助，我的山寨。呢位耶穌我哋靠着你嘅名就能夠脫離罪惡、憂愁同埋所有嘅震驚。呢節嘅歌詞乃係講出一種平靜啦、滿足啦、安全啦，同埋安穩嘅一種嘅心境，哇！真係何等有福嘅情形！呢個就係當人佢脫離佢一個嘅敗壞嘅自己嘅時候，神要將佢帶進嘅嗰種嘅境況，係一啲都唔會煩躁不安嘅。反而人如果係受自我轄制，人一直活喺自己嘅裏邊嘅話，係最容易煩躁，最感覺到不安，最感覺到不滿足嘅。弟兄姊妹，神要帶領我哋每一個屬於佢嘅人，要進到咁樣嘅一個地步，可以話係藉着脫離而進入，係藉着失去而有得着。上個星期咧，我有機會咧就聽見一位年長嘅姊妹，已經70多歲嘅姊妹咧，好簡略咁分享下佢嘅人生嘅歷程啊。雖然咧好簡單咁，只係分享10幾分鐘啊，但係咧覺得非常之寶貴，同埋印象好深刻。佢講到咧，佢人生已經去到70幾歲啦。佢總結佢整個人生嘅歷程咧，去到而家可以分成2個人生階段。第一個階段就係得着，而第二個階段就神帶領佢經歷失去。呢位嘅年長嘅姊妹，佢回想自己12歲嘅時候信主，一信主咧就被主吸引，哇！竭力追求，好寶貴主去讀經啦，去讀屬靈書啦，去參加聚會啦，去投入服侍啦。佢一開頭信主開頭咧，佢得着對主嘅認識同埋經歷好多。甚至後來咧，佢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即係教會鼓勵弟兄姊妹去教書，咁佢都帶着福音嘅負擔咧去教書，為主得人。喺短短教書嘅幾年裏邊咧，佢係得着好多個學生，同另一位都係一同教書嘅姊妹咧配搭，得着咗將近200位嘅學生嘅。哇！所以佢覺得哇，真係好寶貴。佢唔單止係得着對主嘅經歷，亦都得着呢啲嘅福音嘅果子，佢裏邊咧好滿足。
後來主都俾佢有機會咧去外國深造啊，因為咧佢想去到外國深造咧有一個比較高嘅學歷咧，就諗住再翻嚟香港教一啲高年班嘅學生啊，教一啲要考公開試嘅學生。因為咧考公開試嘅學生咧去到4、5月咧咁就離校噶啦，咁佢就可以有更多嘅時間咧可以追求同埋投入教會當中嚟服侍。咁佢就去到外國去深造。咁亦都咧主亦都為佢預備有一個遇見一個結婚嘅對象去成立家庭，甚至咧就得着咧一對咧係孖女。呢個都係咧呢個姊妹咧喺人生嘅上半嘅時候咧係不斷在屬靈上在各方面都有得着嘅，但係去到中年嘅時候，慢慢神就帶領佢去失去。首先失去嘅就係回流翻到香港嘅機會。原本佢嘅心願咧就希望能夠去外國深造，攞到一個更高嘅資格嘅學歷，就翻嚟香港教書，繼續為主得人同埋追求主嘅。但係因著咧家庭一啲嘅因素咧，佢就唔能夠再翻嚟香港啦。後來在當地雖然佢有過教會生活，但係後來當地嘅教會咧就產生一啲嘅難處，有啲嘅風波，佢亦都開始失去咗甜美嘅教會生活。後來佢視力亦都出咗一啲嘅問題，因為佢唔能夠再如常咁樣正常工作，佢亦都失去咗工作，失去視力。正常視力亦都失去咗工作。佢睇翻轉頭嘅時候咧，主帶領佢人生嘅下半場係不斷一直失去好多嘅東西。在失去過程裏邊咧，其實都係一件痛苦嘅事嘅。但係慢慢佢有一個更深嘅領會，就係原來神讓佢帶領佢失去嘅，只不過係一啲外在嘅短暫嘅一啲嘅事物。而在呢啲失去過程裏邊，反而叫佢更深經歷同埋體會佢得着基督。而得着基督呢個先係更大嘅得着，係真正嘅得着。所以咧，佢到而家咧，佢體會到詩歌嘅所講吓，原來估量生命嘅原則係以失不是而得。前要嘅佢之前所要嘅係主嘅祝福，主亦都將好多祝福俾佢。但係而家所體會嘅係原來係呢位祝福嘅主更寶貴，所以佢能夠話前要的是祝福，今要主自己。亦都因為主慢慢帶領佢失去好多外在嘅東西，所以對而家。喺人嚟講，佢真係覺得自己一無可誇。佢所誇嘅只係主嘅恩典，佢所誇嘅只係從主而嚟嘅一啲唔能夠失去嘅福分，係主自己。弟兄姊妹，呢個就係神要將人帶到一個地步，真係失去外邊嘅東西，甚至脫離我哋呢個敗壞嘅自己，而進到平靜安穩嘅地步。最後呢篇詩篇嘅第3節係一個呼籲同埋勉勵。詩人話：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呢段聖經喺上一篇嘅詩篇都提過嘅，詩人都係呼籲要仰望耶和華。但係喺130篇，詩人嘅呼籲，佢係帶着一個嘅信念。對佢嚟講，因為佢還係在一個等候過程裏邊，事情還沒有過去，但係佢有一個信念，知道神係值得仰賴嘅，神係會有豐盛嘅救恩嘅，所以佢喺度咧同佢嘅百姓同胞彼此勉勵。但係呢度就唔同啦，詩人係經過咗130篇嗰種嘅等候，嗰種嘅被對付、脫離咗自己而進到安穩嘅地步嘅時候，佢係經歷咗呢一種藉着脫離而進入嘅階段，而有一個嘅把握，有一個嘅確實嘅經歷，所以佢喺呢度咧就唔係一個信念而已，佢更係帶着自己嘅見證去勉勵佢嘅同胞。以色列人啊，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神係值得仰賴嘅。神係會帶領我哋進入更深嘅地步，進到一個平靜安穩，以佢為滿足嘅階段嘅。所以喺呢篇嘅詩篇俾我哋睇見最重要嘅、最寶貴嘅一個嘅經歷就係斷崖。人脫離自己，脫離所有外在內在嘅羈絆，係能夠完全安穩、安息、滿足於神嘅裏面。好，總結今日所分享嘅3篇嘅詩篇。其實詩人咧嚟到呢個地步，去到128篇嘅時候咧，佢已經喺上行嘅歷程裏邊咧，佢已經係有相當嘅一個嘅經歷，同埋一個生命嘅一個生命嘅一個裝備噶啦。但係神還要佢帶領佢上行，所以咧就經歷呢3篇詩篇裏邊所講到嘅仇敵非常嘅侵擾同埋苦害。但係感謝神，在仇敵嘅苦害裏邊，佢卻沒有被勝過，反而經歷神嘅得勝。在過程當中，佢經歷到喺神面前好好嘅等候，好好嘅安靜，而最終就去到詩篇131篇嘅，佢能夠斷崖在神裏邊完全安穩。所以雖然咧遭遇非常嘅苦害，但係敵人卻沒有勝過我哋。而且只要我哋學習在呢位信實嘅，唔會叫人咧喺失望嘅神面前去等候嘅時候，
最終神要把我哋去到一個安穩、一個團契嘅過程。呢個就係呢3篇嘅詩篇帶俾我哋嘅信息。願主祝福佢自己嘅話，我哋嘅交通就停喺呢度。